用是，要么你倒，要么我倒。啊，我是袂倒啦，为啥呢？我即摆存了比较多。看一下9月26号，我已经给他一份超级大礼，还祝他生日快乐，相信我。哦，今天送给他一个特别的生日礼物来。那妹哥，如果来刷一整排还行，刷一整排汉堡。连千亿的成功绝对不是偶然，连千亿的成功绝对不是侥幸。为什么我有办法一年赚的比宪哥更多钱？你知道吗？为什么我会一直今天跟他正面？很简单的，生意场上 PK。我有跟我姐谈美回啦，他今天跟我一句话，连兄真的很抱歉，阿就好啊，你好爱我啊，头低不下来没关系啊，大概挂很棍啊，你懂吗？哦，我不骗你，要记得做生意，要么他倒，要么我们倒。黄字而已啦。今天舞台很大，主角只能有一个，名单一得，一手难求，你懂吗？好不好？要记得做生意，狼的气度，狼的血性。今天在这种直播的平台，每个人有一只手机，他都能够做直播；每个人有一部手机都能够做生意。但台湾、但马来西亚、但香港、全亚洲，还能再出几个吴宗宪，还能再出几个连千亿。要记得，很多人在看热闹，他可能觉得我们真的没有什么。但我要跟你讲哈，很简单，宪哥，我要跟你讲个重点哈。我不知道你现在还有没有这个行情哈，有办法买一个房子哈，不用考虑5分钟拿出1亿的现金出来买。所以我要讲一个很大的重点，时代不一样了。要记得，长辈我们尊重你，但做事业当仁不让。要记得，我在做一个保卫战。宪哥想要踩进来直播间卖东西，我们要保持一个龙头的地位，就是很简单，要么他踩死我们，要么我踩死他。所以我不骗你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卖东西会越来越狂，即使不赚钱就是要狂。可给观众福利，我可以跟你讲，我就是要让很多人来没办法竞争。今天要站在第一，你要记得，永远就是要想的比别人多，永远就是要来想的比别人来狠。人心不狠，江山不稳，要狼的血性跟狼的气度。你们知道宪哥在干什么？很简单嘛，其实2个人互相都有斩获，你懂吗？他拉我的人数，我拉他的人数，都是一样的。他今天去那么多台直播台，他要干嘛？你知道吗？每一台都曝光，每一台都曝光，他在吸这些每一台的流量，他就想要进来干嘛？踩进来直播界，他想进来卖东西嘛？为什么他要去吴小哲？为什么要去哪一台直播台？哪一台？他就是要把这些直播台的流量全部吸进来，他接下来准备卖东西啊！我也不骗你啦，你放心啦，我可以跟你讲，他只要想要认真的卖东西，连千亿也就怕应付了，他就很难应付了啦，我骗你啦。好好的在演艺圈当网就好了，直播界没办法。我可以跟你们讲在9月我有一场全台湾最大场的直播活动，绝对是8大报10几家媒体都上的。在9月，我跟某人要合体，谁我就不讲。在9月，好不好？要记得，他如果有准备的话，我一定要完全的碾压他，祝他生日快乐。来，记得锁定9月26号，吴宗宪生日，我说到做到。吴宗宪生日。我一定会送他一份特别的生日礼物。什么叫天王界的差距？你懂吗？他以为去些直播台曝个光，朗就有人数了吗？不是啊，要记得我完整在9月准备5000多万的现货，要让他崩盘，好不好？要记得凭叫人来讲不叫人来讲讲我婉言一句就对了。李永新，要么你倒，要么我倒。我是袂倒啦，为啥呢？我即摆存了比较多。看一下9月26号，我已经给他一份超级大礼，还祝他生日快乐，相信我。哦，今天送给他一个特别的生日礼物来。那妹哥，如果来刷一整排还行，刷一整排汉堡。